为了推沙母语来看一个台湾系教授曾家印哦，伊甲伊家的囡仔创作的极好的故事做成动画甲手语来出版哦，希望使分享给愈较侪人来看。 乌鸟形体的头毛裤啊，曾家英老师拄对台师大下课赶去幼稚园。今仔日要分享的，就是伊和伊的双生仔后生阿信甲阿定同齐创作的极好的厝。咱做朋友好无？我是伫咧流浪无毋对，毋过我这毋是鸟咧，我是石虎呢。故事主角号做阿少的这只石虎，希望向人类宣扬保护树林甲保育类动物的重要性。替阿少配音的就是阿定本人。阿咪，你讲了足有道理，咱应该团结起来，甲人类表达咱的诉求。咱应该团结起来，甲人类表达咱的诉求。 是囡仔因家己的这个故事，就应该是囡仔家己来讲。哦，伊即马可能是感觉足悲伤的，你即马爱有悲伤的一个情绪等等的，所以伫这个过程当中，我感觉这是较困难的部分。所以伊教的毋是语言而已，伊教的佫有迄故事内底要教囡仔一寡真好的想法。曾家英是台师大台文系副教授，是社会学者、音乐创作者，嘛是无语妈妈。 因为市面顶的音乐专辑和绘本，囡仔拢差不多现了啊！伊伫咧去年向文化部请经费，甲伊甲囡仔伫咧眠床边编出来，甲追求自由、找找家己有关系的故事整理起来，先做绘本，佮来出有声册，落尾伊佮家己出钱做手语翻译。大家好，若准讲我是石虎。 对我来讲，上好的保护绝对毋是黑白臭树啊！咱常常看到，比手敢若看起来就是翻译足简单，其实伊后壁有足侪学问的。这个学问是阮伫咧做这个手语的影片的过程当中，阮才学着。嘛，因为安尼知影咱手语朋友因真正需要是啥物。用当半时间创作3本动画绘本，伫囡仔的生活经验出发，也是曾家英伫咧生活中实践母语的方式。伊希望当代囡仔有更较多元的阅读选择，也要和众人分享这项因对母语的爱。记者阿明金郑派文台北报道。